你要来吗？你要来吗？你不是要补吗？补吗？这个确定。你说我不知道，这你自己打的。还有啥新不新的？去年那个动画，我他妈是要，我他妈痛死了啊！想不开被女朋友骗了，在看着我在笑，然后告诉我不会疼，然后他妈的老子快疼死了，告诉我止痛药都不用吃，我心里看不起，为什么？我承认的啊，主要是手臂，我那个筋比较，我那个筋比较粗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那个底一点上去，点到那个筋的时候是非常痛的，其他的要忍住。然后主要是某些人他躺在沙发上，他很悠哉，然后你就在那笑我，我等下真的起来给他两巴掌。OK，哎，你就躺在那边，真的太过分了，这个人。你等下直接，你直接来317找我看。因为他想过来接我的时候，他说现在没空。他原来玩了一半，然后他想接下一半。嗯，自己看一下，自己的肉是怎么被摧残的。